都仲有睇嘅，你可以直頭插電，可以攞出你嘅手機，着咗個白色燈仔，大家一齊影下好唔好啊？好靚啊！真係幫手，呢個畫面太感動。人生裏碰壁，狂歡裏壓抑，還相信存在宿命，太習慣抽離。封閉，失去自信，説過飛，到最後也是無力。回憶已告吹，前方在進取，無需猶豫或憂慮，要學會激情開放，不再索取，茫然地告訴世界我是誰。回望曾經蛻變，無視狂風。